自從咧《The Sound of Music》之後咧，一出咧好經典嘅講修女啊，其中一班修女嘅電影之後咧，我諗呢一套電影咧都怕似係我最深刻講修女嘅電影啊！今個早上超國正在第一張介紹俾你嘅 soundtrack 係一張啊，係 Sister Act 裏邊呢張 soundtrack 你會揾到啱嗰首歌叫做 I Will Follow Him。早晨時間9:07，今日係12月30號，仲有一日就要踏入1996年啦。我哋咧成日會踏入唔同嘅階段，踏入唔同嘅處境，踏入唔同嘅時間啦。但係你有冇諗過，當你行入去一間租錄影帶嘅地方嘅時候，你會突然間發現原來有好多戲你都未睇過。不過唔好講世界各地嘅電影啦，就咁單單講下港產片，可能你都未睇得晒。同樣，當你行到入去一間 CD 鋪嘅時候，可能你會發現原來有好多歌你都未聽過。唔好講世界各地唔同嘅音樂啦，淨係講下 CD 鋪一個比較細啲嘅 section， 介紹電影原聲大碟嘅 section， 可能你都發覺雖然個範圍唔係好大，但係好多你都未聽過。開始有啲擔心係咪啊？啱啱愛麗絲話下個禮拜咧就會有新嘅節目，係啊，佢緊張到咧連啲節目嗰啲時間都搞到錯晒。下個禮拜佢嘅時間就唔係阿芝做嘅，其實係多樂飛。而我依個時間呢，就真係有一個新嘅朋友出現。其實佢唔係新，只不過平時做開只係星期六，但係而家多一日係星期六日早上9至11都係由佢主持，佢嘅名字叫做 Vinci 嘅。至於本人呢，去咗邊度呢？1至5嘅晚上10點到11點，喺嗰段時間呢，你亦都可以繼續聽到好多唔同嘅 soundtrack。希望到時繼續幫襯，係繼續上面。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即刻話俾你知，天晴同埋非常乾燥，最高氣溫去到18度，吹和緩東北風，離岸口域風勢間中清勁。明日及元旦日嘅展望，繼續天晴同埋係乾燥。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表示火災危險性係極高。現時室外氣溫12度，而相對濕度41%嘅。又再獨自整理，心裏是願望未達到的，或是實現的心意，記在信紙，去年是我愛情倦意，這年定要好好一試，去年運氣算能合意。更有意思，定下了春天工作的預算案，在夏至冬天經過便有答案，再寫是夏季知己相約的預算案，掃近課，直至看到了曙光，定下了秋天出國的預算案，定下那幾出好戲定要再看，再寫定下了冬天戀愛的預算案，靜吻伴侶，仙夜中光芒盛放。定下了春天工作的預算案，在夏至冬天經過便有答案，是夏季知己相約的預算案，掃近課，直至看到了曙光，定下了秋天出國的預算案，定下那幾出好戲定要再看，再寫定下了冬天戀愛的預算案，靜吻伴侶，仙夜中光芒盛放。
個禮拜日咧，凌晨嘅大概12點幾啦，打開咗電視，然之後發現咧喺度做緊一套電影，吸引到我睇，然之後咧一路睇，發覺咧套電影好似唔完咁樣，睇到成凌晨5點鐘咧，依然喺度睇緊，好開心可以睇到呢一套電影嘅 Director's Cut， 完全咧好似差唔多係未 edit 嗰一個 version 咁。剛剛未聽到嘅一張 soundtrack 啦。係一套非常經典，但係亦都可能睇完之後咧，你亦都會覺得幾心噏嘅電影嚟嘅。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成套戲有好多男人嘅。心突然的隱隱痛，如空越來了陣寒風，沒法強忍，看你偷泣的眼。夜晚，我再蠢都會懂。明知是仍捨不得你，我亦寧願讓情有疾而終。若你要走，你只需講一句，對我狠心地說愛今天告終。怎麼偏躲於漆黑中，讓我永遠看你看不到，再不想擔心，也不想一切被盜。男人像刺蝟結於街中，望你忐忑因他出現失控，而男人最痛，男人最痛算這種。係啊，啱啱我介紹嗰套電影《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啦，裏邊咧講及好多男人啦，講到佢哋由細長大嘅過程啊。為何不肯短痛？如因為難棄這情種，願你放心，我會好好的過，我怎麼的做愛，也勝過今天似火。怎麼偏躲於漆黑中，讓我永遠看你看不到，再不想擔心，也不想一切被盜。男人像刺蝟結於街中，望你忐忑因他出現失控，而男人最痛，男人最痛算這種。明知是仍捨不得你，我亦寧願讓情有疾而終。若你要走，你只需講一句，對我狠心地去說愛今天告終。喺《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嗰套電影裏邊，我最喜歡嘅男人當然就有演員 Robert De Niro。至於喺呢一首歌裏邊，我最中意，亦都唔係最中意嘅，有好多男人都中意。開始發現我濫交係咪啊？唔係，三個我喜歡嘅男人分別係作曲人黃國倫同埋填詞人周禮茂同埋主唱嘅許志安。歌曲嘅名字叫做《男人最痛》。我成日咁得閒都唔知做乜好。有時間梗係揾啲有意義嘅嘢做啦，學我咁參加公益之友啦。乜嚟㗎？未聽過嘅？係公益金搞㗎，好多活動㗎，可以幫到人，又可以見多啲嘢添。打電話25996165問下啦。咁啊，叫埋班朋友一齊去參加先。和你談笑之間，不只是朋友，難道你會沒有感受？無論是哪個密友，難像我溫柔，能熱戀與否，需要時候都可沿途伴你走。誰信
男女之間走得這樣近，從沒有以熱吻親近。明日共你有沒有無限個可能？其實不要緊，那親切感是愛或是情都不要再分。可能是沒痕跡的戀愛，眼前是最着跡的關注。我們是哪一種親愛也都可以講我知，誰可以如此？感情是每日堆積的愛，愛情是最愉快甜蜜時，我們是哪一種感覺也都可以。假如是可願意，據說有愛比戀愛漫長，無奈愛意沒法設想，對你與對他怎會一樣？如未愛上，又怎可感到你緊張？眼前是最着跡的關注，我們是哪一種親愛也都可以講我知，誰可以如此？感情是每日堆積的愛，愛情是最愉快甜蜜時，我們是哪一種感覺也都可以。假如是可願意，我們是哪一種感覺也都可以。假如是可願意。早晨，時間9點25分，歡迎你喺呢個時段繼續收聽住叱咤903超國靜咗。剛你聽到嘅係屬於梁漢文嘅一首 Acoustic Mix 嘅愛與情啊。其實由3月1開始咧，我哋已經喺每一個星期六嘅早上咧聽到好多唔同嘅 soundtrack， 而喺眾多嘅電影原聲大碟當中，唔知呢一張會唔會係你最中意呢？My mind's made up by the way that I
個早上咧，我將會播放好多咧係你哋 fax 上嚟話你哋中意嘅 soundtrack， 包括呢一首在內。介紹俾你屬於 W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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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一首作品，歌嘅名字叫做 Love Is All Around， 係嚟自呢一張 soundtrack。For Weddings and a Funeral 由香港房屋委員會、瑞士大昌洋行同兒童癌病基金合辦嘅多分多美玩具慈善嘉年華，今日下晝2點半喺樂富中心2期舉行開幕典禮。屆時你會見到識講嘢嘅機械人，同埋全東南亞至大嘅新幹線列車模型，仲有大把遊戲玩添。到時見啦！早上9點30分。中意嘅 soundtrack， 呢一張 soundtrack 真係唔可以少得啊！尤其是咧郭文輝啊，郭文輝特別中意咧呢一張 soundtrack 嘅。其實佢最中意咧都係 Big 嘅 soundtrack， 但係咧好可惜佢咧已經係幾年前咧，當我翻去 LA 旅行嘅時候，佢同我講話：喂 Louis， 麻煩你啊，幫我喺 LA 揾一揾啦，有冇 Big 嘅 soundtrack 啊 ？Tom Hanks 做嗰套戲啦。咁然之後我話啊，即係裏邊嗰度有一首歌係得，唔知記唔記得？係啊，都係呢一段音樂。於是乎啦，我就走去 LA 啦，幫佢咧揾揾咧，即係 LA 所好嘅店咧，嗰度都啲人都話冇啊，呢一套戲咧永遠都冇出過 soundtrack 啊。於是乎咧，咁啊，我就好失望咁樣翻嚟講俾阿 Eric 聽話 ，sorry 啊，幫你揾唔到呢一張 soundtrack 啊。但係唔知你介唔介意聽呢一張咧？於是乎我就俾咗佢聽㗎，啊，都幾好啊，幾正喎。想唔想知道呢一張 soundtrack 嘅名啊？你識㗎啦 ，Heart and Soul 啊！一套電影咧嘅名叫做《Heart and Souls》，至於喺一套電影裏邊一張 soundtrack 嘅一個 cut 嘅音樂咧，就亦都係叫做《Heart and Soul》。演繹 saxophone 嘅朋友嘅名字叫做 Dave Koz。早上時間9點32分，以下落嚟一節天氣報告係由新光酒樓贊助。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天晴同埋非常乾燥，最高氣溫咧去到18度，吹嘅和緩嘅東北風，離岸海域風勢間中清勁。明日同埋元旦日嘅展望，繼續天晴同埋乾燥。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表示火災危險性係極高嘅。現時室外氣溫係12度，相對濕度41%。The imagination is not our escape. On the contrary.The imagination is the place we are all trying to get to. 我好想去嗰度，但係我未諗到。Marching in the car.
在心亂，將講不出口的詩篇，也帶進夢內吻你一遍。在一天又能遇見，拋開這愛戀，拋開這眷戀，這個世界亦是未變遷。我可終於為我生存，承受日後路上沒盡考驗。情人夜夜站在路邊，又像是活在天另一。請不必擔心，冬天我又在心亂，將講不出口的詩篇，也帶進夢內吻你一遍。唱歌嘅係 Amanda 李慧敏，介紹俾你哋呢首最新歌曲，作曲嘅朋友係叫做譚展輝，填詞張美賢，編曲麥浩倫，歌嘅名字叫做《我為我生存》。些少覺得咧喺度猜緊歌咁啊，melody line 咧就出晒嚟啦，但係至於你估唔估到咧，真係考下你啊！俾一個 clue 你啊，係即係 clueless 係咪啊？一套戲嘅男主角係 Bruce Willis 啊，係一套3級片嚟添嘅，唉，唔使你估得咁辛苦，嚟自呢套電影《Color of the Night》。
喺一張 soundtrack 裏邊第6個 cut，你會揾到一個 instrumental version 嘅 The Color of the Night。 Cierro mis ojos y siento tu perfume. Cierra los tuyos y recuéstate sobre mi hombro. Te amo sinceramente. Mi amor es más profundo que el mar. Te esperaré el tiempo que sea necesario. Seré paciente contigo, con la esperanza que me ames un poquito más. No me dejes, por favor. Cierro mis ojos y siento tu perfume. Cierra los tuyos y recuéstate sobre mi hombro. 轻轻柔柔一阵风，有甜甜的香，摇摇晃晃一颗心，最爱到远方。你一出现，仿佛世界都发亮，像灿烂阳光，叫我怎么挡？柔柔小小的手上，应该抱着花。静静悄悄的晚上，适合说情话。浪漫相救，最好闭上眼睛唱。太清醒怎么能够感受它？我要闭上眼睛，记住你的笑。你要闭上眼睛，靠在我的肩膀，想象自己是大海，别怕爱卷起浪花，要释放温柔，让感觉去飞翔。我要闭上眼睛，记住你的笑。你要闭上眼睛，靠在我的肩膀。我心一点一点醉，脸颊胸口都发烫。用心去感觉，多爱不必讲。手上应该抱着花，静静悄悄的晚上，适合说情话。浪漫相救，最好闭上眼睛唱。太清醒怎么能够感受它？我要闭上眼睛，记住你的笑。原來虎報上咗網啊，怪得人人爭住講咧。哇，原來有新聞資訊、財經消息、電腦新知，仲有求職廣場啊！要追擊 Internet 就要睇無敵 website 指南，買本虎報 Net Life 月刊包你有答案。虎報 Net Life 創刊號已經出版咗啦，快啲去就近嘅百佳、71、Circle K、地利店及各大報攤買翻本啦！
soundtrack 之中點可以少得呢一張啊？每一個人都經歷過，每一個人都感受過嗰種失戀嘅感覺啊！係突然間好多感慨，所以嚟自呢張 soundtrack French Kiss， 一切從失戀開始，你會揾到一段非常正嘅音樂啊，叫做 I Love Paris， 唔該晒 Toots Thielemans。前晚租咗2套戲返屋企睇，其中一套電影令到我睇完之後啦，足足喊咗成個幾鐘頭，坐喺度真係喊咗幾個鐘頭啊！如果天空了，漫天灑雨；如果風消失了，如不再亮，如星隕浪記載了宇宙曾經，為這心虛都曾好有。咁耐嘅電影都好耐冇睇過啦。自從呢一套《Bridges on Madison County》之後，我諗一套都係第二套。如果他都走了，成一把土，如不再呼吸了，悄悄作罷。如你不在，我會叫宇宙靜止。第2個小時嘅超國靜坐翻嚟話俾你知，嗰套電影係叫做咩名啊？喺嘅時候介紹俾你係梅艷芳嘅呢首新歌，叫做《我們都哭了》啊！叱咤903。而家星光數字或英文機用戶可以即時轉用全中文服務，唔使改號碼。星光傳訊標準時間而家係早上時間10點正。